台风影响，连墙都倒了。都旧了火器机了，新营糖厂这边呢，旧的火车头老火车头，台风造成那个很多大树的倒，老火车头老旧的火车头。本来那个有一棵大榕树，还有北边也有一棵大榕树都被丹纳斯台风吹倒。2025年7月7号，丹纳斯台风吹倒。大树呢会被吹倒。那还好，这大菩提树、大榕树都没有倒。本来那个贩卖处在那边新义山那个免洗餐具那边，后来移到刚刚拍的那边了。看来中正堂可以拍卖的地方，中正堂可以做拍卖的地方呢。这边变那个长照的，远方那个糖厂的牧场了，这边有那个日本式的，日本式的老旧房子，日本式的老旧房，糖厂，要租土地或者是买农地啊。到那个3楼，这里叫糖厂总厂，新营糖厂这边，台糖的总厂就新营糖厂这边3楼资材室资产，好像叫资产课前单子。